曼聯2-0贏新特蘭，值唔值得慶祝呢？英超主場2連勝，今場賽事拉文斯貢獻3次成功撲救、2次擲高球、1次成功出擊、12次長傳，獲評7.8分，成為本場比賽最佳球員。本場比賽，美神蒙特用一場高效嘅表現回應咗所有質疑佢嘅球迷，84%嘅傳球成功率，37次觸球。4次防守貢獻，3次傳球進入進攻3區，3次成功奪回球權，3次成功過人，1次創造絕佳機會，1粒關鍵入球。更加值得一提嘅係呢粒入球完成咗長達18腳傳遞嘅團隊配合，呢個就係今個賽季英超入球中最長嘅助攻鏈。憑借住呢一場嘅勝利，主帥阿摩連嘅帥位暫時安全，執教曼聯嘅成績達到20勝9平21負，勝率40%。